就係我手上面戴嘅 mini 版，見唔見到？哦，細粒啲嘅啲珠。係啦，幼版嘅，係啦，呢隻幼啲嘅。係啦，咁個 mini 版咧都係拼珠啊，係黑曜石加白車渠加白水晶啊。白水晶咧頭先冇講過功效，深深可以再講。白水晶咧係令到你咧個人咧頭腦清晰一啲，係啦，呢一個咧亦都係陣間會有好多白水晶出現，因為白水晶咧好得意嘅，佢咧就係會去輔助到另外一啲水晶去增強嗰個能力嘅。冇錯，所以好多時我都會加一啲嘅白水晶喺手鏈上邊，令到佢成條水晶個能量更加即係佢托大佢嘅。冇錯，同埋因為咧白白水晶咧佢本身咧仲有一個淨化嘅作用嘅。係啦，呢一個 mini 版嘅嚟嘅，就係黑曜石加白車渠加白水晶嘅3隻水晶啊，手圍係15至到16 cm， 珠嘅大細咧係6 cm。好啦，如果咧有啲人咧唔中意太幼嘅話咧，咁我都做咗一個咧就係比較中型。中啦，佢細就啦，係好襯衫㗎呢一啲，即係就算嗱，我哋今日特登咧，即係有黑白雙殺黑白雙殺咁啊手圍咧就係15至到16 cm， 珠嘅大細咧就係8 mm。其實咧，我咧係做咗個大中細，係啦，我俾你哋可以3條一齊戴上嚟，俾你哋大家對比一下嗰個嘅大細啦。咁你哋就會知道，大嗰個嗯，大中細啦，大中細，即係呢條係最大㗎咯喎。係啦，最大係啦，深深而家揸住最大嗰條啦，最大嗰條咧，珠約咧，珠嘅大細係10 mm 啊，最大㗎啦。佢自己戴緊都係戴緊呢條嘅10 mm 嘅珠大小，手圍係15至到16 cm 啊。佢嘅石係黑曜石加白車渠加白水晶啊。